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1月初10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3篇，约伯记20章第1节到11节，彼得后书第1章16节到2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所听的。约伯伫咧受难了后，一直咧埋怨上帝，伊的朋友一直咧甲伊争辩啦。可能嘛毋茫透过安尼对话，互约伯明白上帝其实是听伊的，但是约伯伊却无认为安尼来认为啦吼。伊的朋友甚至认为讲约伯是无够坚强，所以得到处罚。约伯20章第1节到11节记载约伯朋友之一拿玛人说法安尼讲啦吼。拿玛人说法因约伯讲：我听到凌辱我的责备，我的心着急，我无甲你应袂用得，我的智慧教我着安尼应。你竟毋知对古早对有人伫世间以来，歹人得意无久长啦，无敬虔的人会欢喜望年久。虽然伊骄傲悬甲拄天，头壳砍着云，到尾嘛会亲像家己的本安尼永远消失啦捌伊的人会讲伊伫倒位，伊会亲像迷茫飞去，找袂着会亲像迷时的幻象消失。捌看到伊的人袂当搁看到伊，嘛袂当伫伊大的所在搁看到伊。伊的囝儿着悲伤散车人，伊着亲手交出家己的财富。伊虽然有少年勇壮的骨骼，无久嘛会归途。保罗嘛捌讲过啦耶稣割腕的代志呢，对无信的人来讲是无望的，因为事实上呢，耶稣基督的割腕是上帝大权能的展现啦，毋是人所捏造出来的虚假。所以咱知影对伫信来接受的人，耶稣的割腕就是上帝疼人的展现。来接受耶稣基督割腕救恩的人，就是主所听的人。彼得后书第1章16节到21节，彼得嘛安尼提到愿对恁所讲主耶稣基督大权能来临的时，毋是根据人捏造出来的虚假的传说。愿有亲目睭看见伊的尊荣，伊对爸上帝领受着尊贵甲荣耀的时，迄位尊严的荣光，上帝出声讲：这个是我所疼的囝，伊我真意爱。伊伫圣山的时，我嘛伫遐有亲目睭听见天顶出这个声，所以阮对先知所宣布的信息搁较有确信。恁着注意听，因为这个信息亲像一拍电，伫黑暗的所在得照，照到伫天光，到启明星出现伫恁心内的时，上要紧着知圣经所有语言毋通照家己的意思解说，因为语言毋是出自人的意思，是人受圣神感动讲出上帝的信息。诗篇123篇，坐伫天顶宝座的上主讲：我眼目望你，看仆人的目睭安怎仰望主人的手，女婢的目睭安怎仰望女主人的手。阮的目睭嘛安尼仰望上主，阮的上帝，一直到伊临命阮。上主临命阮，临命阮，因为阮互人看轻到忍受袂牢，阮已经无法度忍受
自满的人会冷笑，无法度忍受自过的人会藐视。感谢主赏赐耶稣基督，搁我的主，成做阮救恩的来源。也恳求上帝帮助阮，会当坚定相信，接受主有言的恩典，蒙恩得救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